主席，呢條條例嗰個背後嘅思想呢係正確嘅，係好嘅，因為佢係嘗試去為香港殘疾人士院舍呢訂立一個一致嘅質素嘅水平，而透過一個發牌嘅制度呢，係進一步監控呢個院舍嘅營運者，希望呢佢哋嘅水平呢係唔會低於政府為佢哋所定下嘅一個普遍嘅質素嘅反映嘅一個標準。咁但係就主席，正如即係我哋喺立法會度，其實最多遇到嘅困難呢，就係政府往往提出一啲條例，表面上係好嘅，係對於整體社會係有用嘅，但係裏邊嗰啲細節呢，又確係令到我哋係好難接受。其實過去即係我做立法會議員嗰6年嘅時間，我哋係差唔多每一年每一屆，我哋都遇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而呢個條例亦都係，即係令到我哋做議員嘅覺得支持又唔係，反對又唔係。咁當呢條條例第一次拎上嚟，我哋審議嘅時候，主席我係有個好大嘅衝動，我同局長都講得好清楚，我係話我傾向反對呢條條例。咁但係即係喺審議嘅期間，我哋都聽到好多業界嘅民間團體嘅意見，佢哋喺即係好無奈嘅情況之下，都係希望呢條條例係可以獲得通過。特別係有啲家長都同我哋講，佢哋都係希望呢條條例獲得通過。其中有啲原因，我一陣間會講講嘅。但係點解會令到我哋做議員咁難做呢？主席，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如果你有一個劃一嘅可以接受嘅質素嘅水平，當然係好。但係政府做嘅咧，就係將現有嘅一個自願嘅水平咧，係將佢大幅度去拉低，然後咧，至透過呢條法例咧，就去維持呢個已經拉低咗嘅水平。咁即係話變相咧，我哋將我哋嘅殘疾人士院舍嘅質素咧，係壓低佢。咁呢個主席，我哋覺得係非常之難以接受啊！或者俾少少例子各位同事，因為基本上我哋以前咧係已經有一個咧係相當於自願嘅質素嘅水平，呢個就係2002年嘅一個實務嘅守則。咁但係2008年咧喺提出呢個條例嘅前哨咧，政府就推出咗新一個嘅實務守則，而呢個新嘅一個實務守則就正係將呢個服務嘅水平咧係大幅度咁咧係去拉低嘅。譬如咧喺現時嘅實務守則嗰個人手比例方面咧，以一個40人嘅院舍嚟講，喺早上同埋中午最繁忙時間咧，最低政府係可以接納只係得3個護理人員。主席，你諗下，3個護理人員去服務40個傷殘人士，淨係要餵佢哋食嘢已經唔夠啦，更何況係可能要做一啲簡單嘅運動，或者係去洗手間。咁如果有一個法例去以呢個水平為一個準則嘅話，其實就令到好多院舍咧係喺提供一啲質素不可接受嘅情況之下咧，反為變咗天公地義。佢話呢個係我哋法例所定下嘅準則。咁你點樣同佢拗咧？主席，對於即係啲家人嚟講，或者家長嚟講，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難以接受嘅一個事實。而好多私院嘅營運者都同我哋私下表示咧，如果佢哋要確保某一個程度或者可以接受嘅服務質素嘅時候咧，其實最少40人嘅院舍咧係要6個人手咧，至會係可以咧係達到一個最基本嘅服務嘅水平。又例如呢個空間嘅要求，主席，08年嘅修訂咧，係將個人嗰個佔有個空間嘅平均數由過去嘅8平方米咧，
係降至6.5嘅平方米。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對於住院人士一個極之不公平嘅倒退啦。主席，就算係我哋睇呢個殘疾人士入住公屋嘅情況嚟講，一個單人嘅單位嘅計算有廚廁嘅獨立嘅單位都有16至17平方米啦，係咪？咁你將呢個人嘅空間由8平方米降低至6.5平方米，點可以接受呢？主席，不但止將呢個法例或者個背後嘅實務守則，將個服務嘅質素係大幅度拉低都唔緊要啦。呢條條例裏邊仲係有一個豁免期嘅條文。主席，呢個豁免期就係話，其實你可以申請豁免，第一次可以申請36個月，然後咧就可以續期再有36個月，但係亦都冇講明咧係續期6年之後，係咪就係話唔准再申請豁免呢？主席，其實嘅情況即係話係可能係容許某一啲院舍係無限期咁咧係獲得豁免，或者係冇一個法律上嘅誘因係要求佢哋咧係改善佢哋嘅服務嘅水平。咁我哋要條法例嚟做咩嘢咧？主席，政府話如果將嗰個實務守則維持翻喺02年嗰個服務水平咧，好多院舍咧係難以為繼。咁佢亦都指出咧，喺06年自從推出自願登記計劃，到2010年嘅4月裏邊咧，54間嘅院舍咧係只係得6間咧係成功登記嘅。